另外是讲给欢收看11月9号中加台南电新闻。台湾的旱季包括台南总共5大山区，相关的产业经过这10年来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潜力的产品。为了打开行销的通路，业者成立了台湾旱季产业发展协会，希望进一步来拼外销。该发展协会嘛伫台南举办领袖高峰会，要团结做伙，将台湾的旱季卖到全世界。第二届台湾旱季产业年会，即日伫台南金酒店盛大举行，来自全台600位食品业者、餐饮业者、通路商、农业企业代表共同与会，透过论坛互相交流，以促进农产品供应链甲通路的心得分享。同时嘛推动在地产业发展，创造合作商机。农粮署长胡宗义、台南市农业局长李建玉、观光旅游局长郭珍惠也亲自莅临基德。甘薯策略联盟啊，我们已经把它结成全台湾的一个国家队，在我们的总召、我们邱总召的带领之下，本来每一位甘薯的这个各个地方的角头啊，都相互的敌视仇视。那2年前，我们把它们组成之后，变成国家队，从生产、种苗，还有田间管理、农业机械的导入，一直到加工、行销，甚至开拓国际市场，已经整合成一个国家队，所以为国家创造了很好的一个品牌的形象，同时也打开了国际的市场。这次在台南举行的台湾旱季产业年会，主办单位特别设置产品推广区。邀请30多位农产相关业者来拜达行销，希望增进农产业者甲行销通路的媒合。我们的甘薯年会今年是第2届，那我们今年呢召集了30几摊呢，我们全台湾的各产业联盟的代表以及台湾特色的这种产品来这边设摊，来主要在做产业的媒合会。那我们今天到场的通路商有台湾的各大通路商以及企业的代表共计呢300-400位来这边，那也有做一个媒合的一个动作。好，那是我们第2届的一个特色。那等一下也是我们要来举办一个台湾甘薯产业协会的成立大会。那成立大会呢，我们今天也顺利的选出了理事长邱木成理事长来当我们的第1届的理事长。旱季联盟伫109年11月成立。2年来，伫农粮署持续辅导下，甲其他产业联盟共同合作，做伙为台湾在地农业共同打拼，以团队的力量，确保国产旱季产业永续发展。展望未来，旱季国家队会当甲世界各国接轨，扩大台湾新鲜农产甲冷冻食品的外销产量。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面对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由工业技术研究院所研发叫做节能新救车磁浮离心式压缩机，已经是全球空调的主要产品出色。同时，伊嘛结合13间的厂商，成功打造第1条供应链，标准台湾每一档有30亿的市场商机。如何减轻对环境的负担，成为目前世界各国的问题。其中磁浮离心机因为制定效率非常的好，所以工业研究院推动国产磁浮离心机的制造，甲13间厂商合作，打造全国第1条供应链。那这一个技术，台湾是全世界应该算第2个我们完整的建立这样一个产业链技术的国家从它的磁浮轴承的设计制造。所有元件的这个组装都在台湾我们有自主的能力。那把这个轴承应用在这个离心的压缩机，这个压缩机再做成冰水机最后做到我们的建筑里面去这一整套的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都在台湾建立起来了它是一个可变扩压宽度的一个机构。那这个机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设备呢，可以很大范围的运转。就是说你在智能需求小的时候，跟智能需求大的时候，它都可以稳定的运转。那这个是由国人自己设计跟制造，而且测试。
那目前在国内的场域已经很稳定的运转当中。磁浮离心压缩机奉成为节能的新救车，目前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同时也面对着2050年净零转型，工业研究院率先执行节能战略计划，预计要完成节电651.3亿度的目标。那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了经济部能源局，还有这个各方面的协助了哈，包含他们在研发经费上的支持啊，长期的支持，那最后才促成我们这个联盟的成立。这里面包含了磁浮轴承冰水机所有的上中下游的供应链。那磁浮轴承这个技术未来也不只是用在冰水机它可以衍生应用到很多其他的工业产品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这个工业机电的产品，所以未来像大型的鼓风机、真空炮等等这些耗电设备，都可以用我们这个磁浮技术来做到节电。除了进行产业链的整合，同时也看好市场对磁浮离心机的价值。预计每一年有30亿的商机，并且在各界推动之下，磁浮离心机将是台湾净零转型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现代人愈来愈注重饮食健康，不管食材或者是料理的方式，拢做讲究。位于东区有一间新开的素食餐厅，因着强调包括选用无农药、无人工添加、无腐质料理，以及选用原形食物等4大坚持，就是要让消费者上安心的健康美味。将产销履历的鲜鸡蛋倒进热锅中，仔细掌握火候，慢慢煎出微微焦香。另外一个锅子开始爆香调味，短短2-3分的时间，这道川味花椒烘蛋就能端上桌，而且口味非常的好，让人分不清是吃荤还是吃素。它没有素食味，而且它煮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像是荤的，然后口味的咸淡都很分明。觉得素食原来是这么好吃的，所以我们尽量少吃荤的，多吃素。丰州国际餐饮集团拥有许多热门餐厅，像是毛洞、茅房、小方舟，都是这间公司的旗下大作。集团过去专注的都是荤食料理，这次会新开毛叔餐厅，一切的原因就要从最爱的儿子来说起。那其实也是做素食，也是一看到环境其实一直在被破坏。那包括我觉得在供应链上面也失衡。那也加上我太太，我儿子其实出生他就不喜欢吃肉，他现在小3，所以他出生就不喜欢吃肉。那我太太觉得说，那就跟着弟弟一起不要吃肉好了。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种子，我觉得就让我们想要去萌生做这样子素食店的一个概念。以做给最爱家人吃的心态，选用最好的材料。毛叔坚持选用无农药污染、无人工添加、无麸质料理以及原型食物这4大原则，打造出最美味的蔬食料理。我们有4个坚持，第一个，我们不油炸，我们都是用煎的，因为我们觉得高温去油炸，其实对食物上面都变成一个破坏。那第二个，我们一定原型食物，我们没有所谓的 Beyond Meat 这些添加物或者是加工品。那第三个，我们没有添加物。所以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酱料，我们的比如说酱油，我们的那个豆瓣酱，其实我们都一定会严选，后面一定是没有完全无添加物的。那第4个就是我们没有麸质，对，因为其实我本身对麸质就会过敏，其实我以前是103公斤，对，那后来因为改掉麸质，不吃面粉，那其实慢慢就是身体会比较 fit 一点，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因为气候也湿啦。对，然后再加上麸质，我觉得也会对身体有些不好的影响。川味花椒烘蛋、韩国泡菜煎饼、马来西亚娘惹沙爹，或者是台式的3杯口味，毛叔主厨团队首次尝试以蔬食的方式来诠释，跳脱肉食框架，制作出连肉食控都臣服的菜肴。餐厅在今年9月新开，马上就获得许多饕客的推荐与喜爱。以上是记者张硕维在台南东区府东街的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尽心生计，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
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素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予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过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讲到台南有古迹文化加美食，加上多元的活动，拢吸引不少民众来体验。嘛，互观光一直拢是市府推动的重要目标。这几年来，虽然拄到疫情的冲击，但市府透过纾困加振兴的计划，伫疫情以后快速上轨道。日前，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民调当中，台南伫观光旅游这部分嘛再次摕下金奖，成为6都第一。假日来到台南观光旅游是许多人的选择，不论是文化古迹、巷弄老街、农渔特产、美食小吃、自然生态，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玩法。
几年来，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观光旅游发展。从1月开始，就有月经港灯节及外国游客最爱体验的盐水风炮，还有国际花卉界年度盛事台湾国际兰展。在每年规划不同的主题，吸引爱兰花的民众，参观人数也年年高升。参观的人数破新高，突破20.6万人。然后这个现场的票箱的收入也创新高，突破了1064万。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台南丰富的农渔特产，除了买卖，也透过体验或是小旅行等观光活动来宣传。在每年夏天的七股海鲜节，就有大小朋友最爱的蛙文蛤体验，利用七股先天的自然生态与产业发展等条件，带民众来一趟生态旅游。秋冬泡温泉是许多人的选择，在南溪龟丹有美人汤，在关子岭更是有全台唯一的泥浆温泉。每年举办温泉美食节，结合火王爷拉山车祭典，也和周边景点串联推出小旅行，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活动。我们特别也有跟旅行社合作，推出了2条特殊的一个游程一个是实况现场，一个是关子岭的一个美食的一个游程那这2个游程呢，其实它都不单只有在我们的白河它还有到我们的东山、后壁等相关的一个景点。请起炮！2020国庆烟火在台南。除了专属台南不同季节的观光活动之外，亦有许多大型盛事在台南举办，像是2020年国庆烟火在安平绚烂登场。据市府管旅局统计，国庆当日吸引约60万人次，多处景点也冲出当年最高的游客量。今年是2020年10月10日双十节国庆烟火，从2000年以后，国庆烟火开始在台北市以外的地方举办，我们盼了20年，终于盼到了。宝可梦首创 CD Spotlight 城市焦点快闪活动，全球仅有3个城市同步登场，其中1个场次就在台南。市府也送出7000顶限量皮卡丘造型纸帽，在不同景点设置游戏热点，吸引逾10万喜爱宝可梦的玩家前来，成功带动景点人潮，也为地方带来观光商机。防疫最优先，尤其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成果，已经到昨天是连续4天零确诊，连续17天没有国内案例，所以说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变成一个就是说破坏整个防疫工作的人，但是我们也要拼观光，那怎么样拼观光又能够跟这个防疫做好，能够互相并行不悖。就是做好个人的这个防疫的这个部分，各位所碰到的经营困境，我们也会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协力解决。这几年受到疫情的冲击影响不小，观光旅宿业也遭受强大的波及。面对疫情，台南不畏惧，提供相关的纾困措施与振兴计划，领先全台号召旅游业者推出复原者联盟观光优惠方案，抢占商机。确诊已经心情很不好了，然后这个复原之后，当然就是要去外面走走，去哪里呢？台南欢迎你。那所以说，我们对于这全台湾的100万复原者，我们张开双手，欢迎大家来，来我们这些旅宿，到今天为止已经46家了许多我们今天参加的这些这个旅宿业者还有民宿，事实上他都提供了非常非常诱人的优惠。不管是门票优惠、住宿优惠，或者是游乐这个旅游券的优惠，或者是其他的种种的优惠，通通欢迎。
疫后的旅游热潮，台南已做好万全的准备迎接旅客。对于业者，市府也给予相当多的辅导与帮助。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与2021年，台南旅宿业逆势成长，新增171家旅宿，居6都之冠。为维持品质，办理相关培训课程，强化专业能力，协助民宿业者建立自己的品牌价值，且拿到评鉴认证，并首创台南市旅馆合法房间标章，提高安全住宿辨识度。我们会将一些政府的法规，将来机场的方式跟各位业者来做一个好好的研习，也希望经过研习之后，这个毕业之后，我们接下来他要开始进行这个申请民宿的这个经营，然后我们也会加以认证。好的民宿我们推广给大家，不好的民宿我们辅导他改进。我至少吃到4、5个。觉得怎么样？好吃极了，是。我那一天吃的蛙粿，我觉得我才知道，原来这才是蛙粿。来到台南玩，除了优质的住宿体验与节庆活动，今年市府也协拍补助优质的电视戏剧。许多追星民众会特别来到台南，就是要和自己喜爱的偶像走同样的地方，吃一样的小吃。而市府观旅局也制作相关的导览地图，提供民众按图索骥，带动了一波观光热潮。我们台南有一句话有心来给短很大希望说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希望大家的人都能够来台南多多走走逛逛，看看吃吃喝喝买买，保证值回票价。台南的观光一直是重要的推动目标，不论是疫情前还是疫情后，藉由各种活动景点，在严谨的防疫之下，成功吸引不少人潮来到台南。因此，在日前，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的县市首长满意度与施政民调中，观光旅游的项目蝉联金奖，成为6都第一。去年，台南得到海委会的补助，执行黄金海岸水陆域油气整体规划案，未来将串联渔光岛至昆喜湾等聚落于海岸线，观光荣景可期，也代表台南海洋观光正式起航。而在今年，市府也与迪士尼合作举办庆典，将人气角色大型气球带进安平油气码头，吸引逾100万人次参观，受到全国民众的欢迎。未来将迎接台南400和2024年台湾灯会，期盼带来更多的观光效益，带动城市发展，让台南享誉国际。电市百货公司的周年庆陆续登场，其中去年营收已经到151亿的成功3月台南新天地，嘛将伫11月10号登场。今年因除了这次消费满千上百，嘛首次推出新版数位贵宾卡，也有机会抽100万汽车来插入买去。台南知名百货公司周年庆将伫咧11月10号登场，今年特别加入百货点数来回馈消费者。全馆累积满5000赠5000点，化妆品单笔2000赠2000点，名品大家电 iStore 法雅克单笔满1万赠5000点，首5日 SKM Pay 独家再加码，名品大家电法雅克 iStore 单笔满1万赠1万点，就是要让顾客升级最有感。今年最特别的是星光3月的点数元年。今年的最长会员点数 SKM Point 首度加入周年庆的回馈赠奖。那我们今年的话呢，会把点数就是可以在星光3月的 APP 让客人可以用最新最夯的用点数就可以扣到我们的梦幻逸品。除了有消费回馈之外，也阁有精品厨房用品会当兑换，也阁有机会会当抽100万汽车、电动机车、iPhone 14等一好礼。那今年还有个特别的亮点，就是我们有集结了包括全台南最大的、最齐全还有旗舰的欧系精品家电区，以及睽违7年4楼、5楼的运动潮流区，都有2大重点的全新改装，还有7大话题的新柜登场。身为品牌上集团的百货公司，这些化妆品、时尚精品、大型家电等等嘛拢唔通错过，同时嘛推出这些活动来吸引消费者。那我们今年有周的活动都将带给大家最特别的活动，世界级的冠军咖啡王彻咖啡都将在今年的周年庆强势登场。
还有全台南最期待的耶诞装置——流经梦幻的北欧水国耶诞，都将在我们今年周年庆快闪登场。这么好康只有一摆，想要来各位民众千万要把握机会。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伫淡市日本人协会理事长叶奇少男的号召，真侪民间团体做伙伫渔港岛净滩。真难得的是，今年第2摆举办，人数已经加倍成长，共同来维护海洋环境。渔港岛是台南市的观光景点，虽然带动观光人潮，也毋过本数嘛随之增加。因此，台南市日本协会号召企业以及民间团体总共250位，顺着海湾区域来帮忙捡本数。渔港岛是在台南一个代表的观光景点。那虽然是海滩现在很干净，那够干净，但是还是有观光客越来越多，是马路边那小垃圾也是越来越多。那特别是有抽烟的烟蒂是那个很多。那所以因为是为了环保，那我想要是那个抽烟的烟蒂也是都要拿干净。那然后希望是那个就是来这里观光的朋友们也是要一起为了环保，那保持干净。谢谢。市长黄伟体嘛特别到场来感谢这些企业以及民间团体。包括台南律师公会，还有包括东企业，包括奇美食品，包括台南日本人协会，还有包括月牙湾团体哈。这5大团体今天现场大概有将近100多位好朋友一起来为我们的海滩来净滩，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他们大概6点多就到了，现在8点都已经清理干净。你看我背后这么多，庆祝这么多垃圾，真的谢谢他们。这个活动是今年第2摆举办，这个活动协会呼吁来渔港岛的游客，莫黑白当本数，让这个日本的观光景点保持美丽的风貌。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9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